各位乡亲朋友，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今天我想跟大家聊聊心里话。如果你现在已经年过50，请你一定要把接下来这10分钟听完。如果你忽略了这一段对话，你可能要等到身体出大问题的时候，才会惊觉自己犯了多么严重的错误。到那时恐怕就太晚了。我们这个年纪，大家都很注重养生，每天都在盯着血糖机，亮着血压计，生怕那几棵树自超标。但是有一件事是几百万人都忽略掉的，那就是我们每天握在手里的那杯饮料。很多人以为只要不吃太咸，不吃太甜就没事了，却没发现有一种叫做蛋白尿的隐形杀手正在悄悄找上门。蛋白尿发生时，你的身体不会感到剧烈疼痛，你不会发烧，更不会有任何明显的预警。它就像家里的自来水管破了一个小洞，水一点一滴地漏，你没发现，直到墙壁全发霉了才后悔。很多时候，问题根本不在于你吃了多少药，而在于你每天早上喝进肚子里的那杯液体。这是一个极其沈默的威胁，而我今天就是要来帮大家揭开这个秘密。别忘了订阅我们的频道并开启小铃铛，以便接收我们提供的最佳健康建议。我想知道您是否正在收看这段影片。如果您觉得这些内容对你有帮助，请在评论区输入1，如果没有，请输入0。现在，请大家放轻松，听我慢慢解释，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我们的肾脏就像是身体里最精密的一套微型滤网。想象一下，你的血液就像是在公路上奔跑的小汽车，而血管就是道路。当血液流过肾脏这座转运站时，滤网副则把身体需要的营养留下来，把不需要的废物排出去。有一种很重要的蛋白质叫做白蛋白，它就像是车子里载足的重要物资。在正常的情况下，这层滤网的孔洞非常细小，白蛋白这种大个子是不应该跑出来的。可是当我们的肾脏开始受伤，这层微小的滤网就会出现破损，就像滤网破了个洞，白蛋白就会偷偷溜进尿液里，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尿液起泡或蛋白尿。当白蛋白开始流失，这代表你的微血管已经在发炎，在受损了。我不需要用深奥的医学术语来考验大家，我只想让你们明白一个简单的道理。当这座过滤厂开始故障，你的全身代谢都会跟着乱掉。而真正让这层滤网受损的第一个元凶，往往不是你想的那种重口味食物，而是一些看起来非常清白的饮品。很多人跟我说，医师，我不吃蛋糕，我也不爱吃咸饼，前味什么肾脏还是不好。答案可能就在你最爱的碳酸饮料或手摇饮里。我要特别提醒大家，不只是含糖饮料，连标榜0卡无糖的代糖饮料其实更危险。这听起来很反直觉，对吧？但这就是科学。这些饮料虽然没有真正的砂糖，但里面添加的阿斯巴甜或其他人工甜味剂会对我们的微细血管造成巨大的压力。当你喝下这些东西，你的身体会产生一种错误的代谢信号，引发严重的氧化压力。还有一种东西叫做高果糖糖浆，它就像是直接把发炎因子泵进你的肾脏里。想象一下，你以为在享受那种气泡带来的清凉感，但那种凉爽感只维持了10分钟，你的肾脏却要花好几年的时间去修补那10分钟带来的损伤。这不是在开玩笑，这是在透支你的生命储蓄。每一次你觉得口渴，就拿手摇饮来解渴，其实你是在给你的滤网灌浆，让它塞住，让它发炎，最后走向衰竭。医师，
我也不是要大家这辈子都不能喝甜的，那样生活也太苦了。但我希望大家能换个方式对待自己的肾脏，我们可以用更聪明、更温柔的方法来满足味蕾。比方说，如果你真的想喝有味道的水，你可以试试看在白开水里加一片新鲜的柠檬，或者几片薄荷叶，那种淡淡的香气是纯天然的，不会给肾脏带来负担。如果你真的很怀念气泡的口感，选择天然的气泡水，而不是化学调制的苏打水。还有喝一点淡茶也是很好的选择，茶叶里的抗氧化物质对血管是有帮助的，只要记得不要泡太浓，也不要加糖。就像我们保养老车一样，你要换更好的机油，而不是给它加劣质汽油。这种改变不需要一天完成，你可以从今天开始，把每天的一杯苏打水换成一杯香草水。肾脏是有修复能力的，只要你肯给它喘息的空间。但如果你以为苏打水就是最大的威胁，那你接下来听到的这个真相可能会让你大吃一惊。在我们那一辈人的观念里，总觉得多喝牛奶对骨头好。这句话虽然没错，但对于肾脏功能已经开始退化的50岁族群来说，这可能是一把双刃剑。大家想一想，牛奶里含有非常丰富的蛋白质、磷含钾。当你喝了过多的牛奶，你的肾脏就必须加班赶工去代谢这些东西。医学上这叫做超滤作用，简单说就是让肾脏这台机器过度运转，就像一台小货车确载了10吨重的货物，短时间看好像没事，但引擎迟早会烧掉。我跟大家分享一个住在高雄的陈先生的故事。陈先生今年62岁，他的血糖控制得很完美，生活规律，但他发现尿液里的泡泡越来越多，检查一看，蛋白尿的指数一直在飙升。他很困惑地问我，医师，我每天早晚都喝一大杯全脂牛奶补钙，这不是最健康的吗？这就是问题所在。当肾脏过滤能力下降时，过多的磷和蛋白质反而会变成负担。这种自以为的健康行为，反而成了压垮他肾脏的最后一根稻草。这是一个深刻的提醒，再好的东西，如果量不对，时机不对，都会变成毒药。一生病，不是叫大家从此把牛奶倒掉，牛奶依然是优质钙质的来源，但我们需要的是精准的饮用。如果你在健检报告中发现你的微量白蛋白指标已经超标，或者你的肾丝球过滤率已经开始往下走，这时候你就要考虑减少牛奶的量，或是改喝磷含量较低的替代品。我建议大家可以遵循一个简单的原则，如果你已经有蛋白尿的迹象，牛奶一天不要超过1小杯。我们也可以从浇豆腐、芝麻或是深色蔬菜中来补钙，不一定要死守着牛奶不放。当你发现自己有水肿，或者是尿液泡沫久久不散，这就是身体在给你发信号，告诉你，主人，请帮我减轻一点负担吧。我们可以透过简单的血液检查来追踪磷和钾的指数。肾脏病不可怕，可怕的是我们不愿意根据身体的状况做出调整。学会看身体的红绿灯，是我们50岁后的必修课。不过还有一样东西，在台湾人的心中简直比牛奶还要神圣，但它背后隐藏的陷阱可能更深。我们常听人家说，没事多喝水，多喝水没事，甚至有人说每天一定要喝足8大杯水，肾脏才会健康。我要在这一集大声告诉大家，这句话不完全正确，有时候甚至是危险的。其实科学研究从来没有一个绝对的标准说每个人都必须喝到8杯水。对我们这把年纪的人来说，肾脏的调节能力不如年轻人。
如果你在短时间内强迫自己灌入大量的水，这不但不能排毒，反而会造成稀释性低钠血症，也就是俗称的水中毒。更严重的是你的肾脏位了，要把这些过剩的水分排出去，必须承受极大的排水压力。这就像是水灾时，你还拼命往抽水站灌水，这种过度负荷会让本来就已经受损的微血管更加疲乏。我要说一个可能会让大家震惊的结论：喝太多水并不一定能保护肾脏，反而可能是在加速它的老化。我们不能再盲目跟从那些没有根据的健康口号，必须要学会倾听自己身体真正的需求。那到底该怎么喝水才算正确呢？其实你的身体就是最好的仪器。医师教大家几个简单的听诊法。第一，学会观察尿液的颜色。正常的尿液应该是淡黄色的，像浅色的麦茶。如果尿液透明的跟自来水一样，那代表你可能喝太多了。如果颜色深得像浓茶，那才代表你需要补水。第二，感受真正的口渴，不要因为时间到了就强迫自己喝水，而是在感觉微渴的时候，小口小口的喝。喝水要有节奏，就像灌溉农田一样，要用细雨长流的方式，而不是大水冲刷。第三，注意喝水的时机，晚饭后到睡前要少喝，避免夜尿影响睡眠，因为好的睡眠才是修复肾脏最好的良药。我们要把观念从多喝水转变为喝对水。肾脏不需要你给它额外的压力，它需要的仅仅是恰到好处的支援。当我们学会适时收手，肾脏反而能运作得更顺畅。讲了这么多，要大家注意，要大家少喝的东西。现在医生要给大家讲一个好消息。很多人以为黑咖啡对心脏不好，对肾脏有负担，甚至以为它是利尿剂，会伤肾。但我今天要帮咖啡平反。最新的大规模研究发现，每天喝适量的黑咖啡，反而能降低慢性肾衰竭的风险。这是因为咖啡里含有丰富的抗氧化物，质可以减少肾脏组织的发炎反应病，改善肾脏的血流量。这对很多咖啡爱好者来说是个大惊喜吧。就像我以前也有病人战战兢兢地问我，医师，我这辈子真的不能喝咖啡了吗？当我告诉他适量的黑咖啡其实对血管有保护作用时，他那种如释重负的表情，我到现在都记得。这就是科学的力量，它让我们知道，原来我们喜欢的东西不一定都是有害的。只要选对了，喝对了，咖啡也可以是你保护肾脏的小助手。这一段节奏我们要快一点，因为这是给大家的奖励，让你们知道养生也可以很快乐。虽然黑咖啡是好东西，但医生还是要给它加几个说明书上的限制。我们说的是纯黑咖啡，不是那种加了大量奶精、砂糖或者是淋满了焦糖的特调咖啡，那些添加物才是伤肾的元凶。请记住这3个原则。第一，不加糖，不加奶精。如果你觉得黑咖啡太苦，可以试煮换成浅烘焙的豆子，带点果香。第二，不要在下午2点时候喝，避免影响睡眠。第三，每天不要超过2到3小杯。这是一个关于节制的艺术。当我们能掌控好分寸，黑咖啡就是一种享受，但如果你把它当水喝，那它就会变成负担。这种掌握在自己手中的控制感，不就是我们追求健康的目的吗？我们不只是想活得久，我们还想活得有品质，能享受生活中的美好滋味。所以明早给自己煮杯香喷喷的黑咖啡吧，记得什么都别加。很多长辈朋友常跟我分享一个说法，说每天喝1杯红酒对心脏好，但我必须老实告诉，
大家一个残酷的真相：对心脏好的东西不一定对肾脏好。心脏和肾脏虽然是好伙伴，但他们的脾气完全不同。所谓的红酒健康论，在医学上叫做 J 曲线理论，这在心血管防护上或许有一点道理，但对于我们这些年过50、代谢开始偏慢的人来说，酒精就是一种纯粹的负担。酒精在体内代谢会产生大量的乙醛，这是一种强烈的致炎物质。对肾脏来说，它必须耗费更多的能量去处理这些代谢毒素。尤其是当你已经有蛋白尿的时候，酒精会加速血管壁的损伤。在肾脏面前，没有所谓的安全饮酒量。如果你还在为了那一点点心脏益处而每天喝酒，请听一生一句劝，你的肾脏可能正在角落里哭泣。身体不需要这些额外的挑战，它已经帮你工作了50年，现在它需要的是平静。一生病不是要表现得很极端，也不是要剥夺你偶尔在喜庆场合小酌一杯的乐趣。我想给出的建议是基于风险的考量。如果你的健康报告一直都很漂亮，偶尔一杯红酒当然没问题。但如果你已经发现自己的尿液泡沫偏多，或者医生已经提醒你要注意肾指标，那么这个时候最聪明的做法就是能避就避。我们要知道，肾脏是不会跟你讨价还价的，它只会沈默地执行任务。当你给他酒精，他就得被迫加班。对我们这个年纪的人来说，修复的速度已经赶不上破坏的速度了。所以不需要用任何道义或传统的理由来强迫自己喝酒。你可以大方地告诉亲友，我的肾脏想放假了。这种对自己身体负责任的态度，比任何名贵的补药都来得有效。肾脏不看传统，他只看你给他喝进去的是什么。说了这么多，医师帮大家总结一个30秒决定框架。如果你今天之后只想改变一件事，请记住这几个要点。首先有3样东西，请你尽可能的远离。第一是代糖饮料，别被零卡的假象骗了。第二是过量的牛奶，别盲目补钙补到肾脏超载。第三是每天8杯水的迷思，别强迫灌水。接下来有2样东西你可以聪明的使用。第一是纯黑咖啡，每天2杯是很好的血管护卫。第二是加片柠檬的白开水，这才是最纯净的解渴法。这不是要你一下子变成圣人，什么都不能吃，这是一个选择题。如果你能把早上的含糖奶茶换成黑咖啡，把下午的汽水换成柠檬水，你的肾脏负担立刻就能减轻1半以上。不需要大刀阔斧的改革，只要这些微小的转变。今天你愿意为你的肾脏做出这一个小小的决定吗？这一步就是健康余生的起点。最后，我想跟大家说点感性的话。我们这辈子为了家庭，为了工作，为了孩子，辛苦了几十年。现在我们老了，这具身体就像一间住了很久的老房子，虽然有些地方漏水，有些地方生锈，但只要我们用心的去修缮它，爱护它，它依然能为我们遮风避雨。肾脏是一个很温柔的器官，它不爱抱怨，即使受了伤，只要你肯从现在开始减轻它的负担，它依然会努力为你工作到最后一刻。你今天能点开这段影片，并不是因为好奇，而是因为你的身体在发送信号，它需要你的关注。如果你觉得这些建议对你有帮助，请在下方留言，分享你打算先从哪一个改变开始做起。也请把这段影片转发给你身边的朋友，尤其是那些也超过50岁的朋友。一个简单的分享，可能就能帮助某人避免走向牺牲的痛苦。
谢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我们下次再见，祝大家身体安康，万事如意。